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隨意煮，今日會做一個蝦醬蒸豬肉，呢個家常小菜，餸飯一流，大家不妨參考我嘅做法。首先預備幾塊薑片，將佢切成薑絲，兩粒蒜頭，用刀背將佢剁成蒜蓉。用慢火將蒜蓉慢慢炸成金黃色，留起備用。去豬肉檔同老闆講要一嚿腍嘅攞嚟蒸嘅豬肉，佢就會俾到嗰日最靚最腍嗰嚿豬肉俾你㗎喇。呢度係300克嘅豬肉，將豬肉慢慢改成肉片。而家開始醃製豬肉，用1湯匙嘅生粉，記住係生粉唔係鷹粟粉，慢慢將佢撈勻，落1湯匙嘅蝦醬，將佢撈勻，落1茶匙嘅糖，再撈勻，再落埋已經炸好咗嘅蒜蓉油，撈勻佢，將豬肉放喺碟上面均勻鋪平，最後放埋薑絲，將已經醃好嘅豬肉放喺雪櫃，最少醃佢2個鐘以上，或者醃過夜更加入味。燒滾水，用大火強烈咁蒸佢10分鐘。今日呢個家常菜蝦醬蒸豬肉就完成啦。呢個餸絕對係白飯殺手，希望大家都試下。如果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分享出去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